我哋公司可以得到團隊金獎，真係好開心。因為參加今次嘅比賽，除咗得到公司同事認同之外咧，而家仲得到業界同埋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認同添。感受最深係一班同事嘅鼓勵同埋支持。最難忘一刻就係大會宣佈結果嘅時候，好多同事都開心到喊咗出嚟啊！團隊精神向來喺我公司就係不可缺少。從入職嘅新同事開始，就能夠感受到我哋 TSL 嘅服務文化。務求整個團隊都有共同嘅信念，每一位同事都好似一家人一樣，互相提點，互相進步。而喺服務當中，可以俾我哋嘅顧客感受到我哋嘅熱情同埋堅持。講得冇錯，呢個亦正正係我哋想客所想嘅心。呢個由內到外嘅心咧，令到我哋能夠觀察到客人嘅所想所需，為客人提供自備完善嘅服務。就好似自己屋企人有需要一樣，努力去尋找一個最好嘅解決辦法，去為每一位客人付出。我認為公司優勝嘅地方就在於我哋 TSL 根深蒂固嘅服務文化，同埋管理層對團隊給予大力支持同埋認同。我哋團隊之間互相合作，務求令顧客喺購物嘅過程入邊都可以感受到我哋服務團隊嘅個人化服務。客人嘅支持就係我哋團隊合作嘅見證，所以我哋會繼續努力為客人提供最卓越嘅服務。